跟住唔安，我哋咁樣俾我哋喺主日嘅時候咧，我哋再一次亦都可以從呢個撒母耳記上嘅一啲好重要嘅智慧，我哋吸取裏邊一啲好重要嘅原則，去應用喺我哋生活，俾我哋更深刻，好似當年嘅大衛一樣，去經歷上帝嗰種好真實嘅同在。我哋一齊用禱告嚟預備我哋嘅心，有今日嘅每一個嘅環節。多謝主俾我哋喺主日嘅時候咧，有呢一段嘅時間安靜喺你嘅面前，去到默想你嘅說話，亦都將你嘅說話藉住你聖靈嘅指教去到消化，去到點樣去應用融入喺我哋生活中間裏邊。唔單止我哋自己得着恩典同埋祝福，亦都讓我哋呢一啲靠住你嘅智慧所活出嚟嘅生活見證，去榮耀你嘅名。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們。今日我哋睇嘅經文咧係30章16到31節，撒母耳記上嘅30章16到31節。那人領大衛下去，見他們散在地上，吃喝跳舞，因為非利士地和猶大地所擄來的財物甚多。大衛從黎明直到次日晚上，擊殺他們，除了400騎駱駝的少年之外，沒有一個逃脫的。亞瑪力人所擄去的財物，大衛全都奪回，並救回他的2個妻來。凡亞瑪力人所擄去的，無論大小兒女財物，大衛都奪回來，沒有失落一個。大衛所奪來的牛群、羊群，跟隨他的人趕在原有的群畜前邊，說：這是大衛的掠物。大衛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隨，留在比梭溪的200人那裏，他們出來迎接大衛並跟隨的人。大衛前來問他們安。跟隨大衛中的惡人和匪類說：這些人既沒有和我們同去，我們所奪的財物就不分給他們，只將他們各人的妻子兒女給他們，使他們帶去就是了。大衛說：弟兄們，耶和華所賜給我們的，不可不分給他們，因為他保佑我們，將那攻擊我們的敵軍交在我們手裏。這時誰肯依你們呢？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該大家平分。大衛定此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從那日直到今日。大衛到了洗革拉，從掠物中取些給他朋友猶大的長老，說：這是從耶和華仇敵那裏奪來的，送你們為禮物。他送禮物往伯特利的、南地、拉末的、雅提爾的、住阿羅爾的、色末的、以實提莫的、住拉哈勒的、耶拉滅各城的、基尼各城的、住何爾瑪的、哥拉山的、亞達的、住希伯倫的，並大衛和跟隨他的人素來所到之處的人。跟住我哋睇到30章嘅下半部嘅時候，其實正正就係大衛佢哋喺呢一個嘅咁絕望嘅處境，就係佢嘅妻子，成個族群嘅妻兒都被擄掠，然後所住嘅呢一個嘅地方全部被摧毀，家園可以話完全嘅去到冇晒，被即係去到將佢完全嘅破壞，所以佢哋係一個完全嘅失去絕望，連自己嘅親人都保護唔到，生死未卜嘅一種咁絕望嘅處境嘅時候，我哋上次最尾我哋睇到就係上帝應允佢哋可以得返佢哋嘅妻子兒女，然後亦都喺嗰個嘅最尾我哋睇到。就大衛喺嗰個追趕亞瑪力去呢一班嘅即係佢哋嘅敵人，即係擄掠自己妻兒同埋一切嘅仇敵嘅時候，佢哋冇去到淨係顧自己嘅事。嗰位嘅埃及嗰位差唔多要餓死渴死嘅嗰位嘅少年人，因為喺佢哋仍然
追趕，雖然仍然要去追趕，要救翻自己家人嘅途中，冇去到呢個抹殺呢一個嘅憐憫嘅心，亦都繼續有一種去到照顧嗰啲有需要嘅人嘅心。結果因為呢一個嘅幫助人嘅一個嘅善良嘅呢個舉動，呢個利他嘅呢一個嘅決定，就成為咗一個好關鍵嘅轉捩點。當然，我相信呢一個一定係上帝嘅引導，亦都喺嗰個刻裏邊考驗住大衛同埋佢嘅群體喺自己咁大需要嘅時候，會唔會有餘力嘅時候，都仍然去幫嗰啲有需要嘅人。結果因為大衛通過咗喺呢個過程中嘅呢個考驗，做啱咗選擇。而呢個少年人正正俾佢哋一個最關鍵嘅情報，即係亞瑪力人而家喺邊一度，佢哋嘅妻兒而家喺邊一度，俾佢哋能夠可以去直達呢個敵軍嘅所在地，可以進行營救嘅行動。呢個就係上一次我哋結束嘅時候特別提到嘅地方。而今次我哋睇到好明顯，大衛同埋佢嘅群體係經歷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逆轉，從一無所有，從家園被毀，從妻子兒女全部被擄掠，一個可以話係完全失去嘅一個絕望處境。上帝應允佢哋，然後佢哋信靠上帝，進行咗呢一個嘅行動，開始追趕亞瑪力人。佢哋經歷相當大嘅一個嘅勝利，一個好巨大嘅逆轉。不過喺呢一件事裏邊，即係似乎如果從正常嘅角度嚟講，喺逆境中間，我哋為考驗喺上半章裏邊係好順理成章。但係點解今日我哋定一個題目話勝利嗰種考驗呢？即係呢個我哋平時好少會諗到嘅一樣嘢，但係往往喺我哋即係失敗嘅時候，我哋會用好大嘅專注點樣克服個困難，認定勝利就係一種嘅終局，係我哋希望達到嘅一個嘅結果。但係原來喺我哋心裏邊，當認為勝利去到得勝係一個結果嘅時候，我哋會有喺嗰啲嘅時刻裏邊，反而係喺我哋最放鬆嘅時候。嗰啲好可怕嘅，唔係好覺嘅考驗就出現，結果係如果我哋唔小心去處理喺勝利嗰陣時候嘅考驗嘅話咧，帶嚟嗰個嘅後患可以話係無窮無盡。所以今日我哋就住呢一個我哋平時比較少思考嘅一個題目，就係勝利都係會帶嚟一種嘅考驗。勝利本身就係一種嘅考驗，嚟到去透過大衛喺呢一度佢面對嘅處境，俾我哋有智慧嘅一啲嘅秘訣，點去應對勝利所附帶嘅呢一啲好關鍵嘅考驗。嗰個嘅少年人就領住大衛去見。即係佢哋散喺就見到嗰啲嘅亞瑪力人散喺嗰個嘅地方裏邊喺度跳舞啊，就好似一個慶功宴咁樣。因為佢哋從呢一個嘅大衛嗰度同埋非利士地嗰度擄掠好多嘅財物，因為非利士人佢哋啱啱離開咗佢嘅陣營，要準備即係傾巢而出，同呢一個掃羅去到打一場好大嘅一個嘅戰爭。所以亞瑪力人捉緊呢個機會咧，就去到唔單止去到報復大衛。而且去到掠奪大衛同埋非利士人地方嘅嗰啲財物，而且有好多。咁大衛從黎明直到第二日嘅夜晚就擊殺佢哋，然後除咗400個騎駱駝嘅少年之外，冇一個逃脫嘅。亞瑪力人所擄去嘅財物，大衛全部都奪回並救回佢嘅兩個妻來。凡亞瑪力人所擄去的，無論大小兒女財物，大衛都奪回來，沒有失落一個。呢個睇到上帝真係按住佢嘅應許，即係當大衛重新翻返上帝面前去求問，唔再用一種嘅自我嗰種嘅衡量計算嚟到做一個嘅權宜嘅決定嘅時候，上帝再一次俾佢哋去經歷一個奇妙嘅翻轉，獲得一個巨大嘅成功，然後將佢哋嘅妻兒都全部救翻晒翻嚟，而且再將亞瑪力人所擄去嘅財物，可以成為佢哋呢一個族群嘅擁有物。可以話呢件事件應該就喺呢度畫上句號。但係喺呢一個嘅咁大嘅成就、咁大嘅成功、咁大嘅翻轉逆境裏邊，從完全嘅失敗、絕望、破滅裏邊變成擁有翻一切，而且係多過所求所想嘅處境嘅時候，
係就係呢個得勝嘅時刻，嗰啲好似好合理嘅一啲嘅喺佢哋群體中間嘅人，面對點樣處理跟住發生嘅事，就帶嚟反而係一個好巨大嘅考驗。所以我哋一齊睇就係勝利喺呢一度俾我哋睇到，往往帶住啲咩考驗，會將我哋去帶入一個更可怕嘅處境嗰度咧。首先第20節，大衛奪來嘅牛群同埋羊群啊，跟隨佢嘅人喺原有嘅牲畜前邊，就即刻見到呢啲即係掠奪咗呢啲嘅羊群啦、牛群啦，即刻走到嗰啲嘅掠奪物面前，就大聲咁樣話：呢個係大衛嘅掠物。好啦，咁呢一個究竟喺勝利喺呢一刻擁有呢啲嘅戰利品帶嚟嘅考驗係乜嘢咧？當嗰一啲嘅跟隨佢嘅人就喺呢啲嘅呢個嘅群畜面前話呢個係大衛嘅掠物嘅時候，究竟帶嚟係一種乜嘢嘅暗湧咧？呢個正正就係顯示出一種驕傲同埋忘恩嘅考驗。人喺獲得成就嘅時候，特別喺呢一度，大衛佢哋因為上帝話可以，而且係上帝喺個過程中間裏邊用無形嘅恩手去保守住佢哋，以至佢哋遇到嗰位埃及嘅少年，而呢位少年又帶佢哋直達呢一個嘅敵軍所在地，趁佢哋無備嘅，即係冇準備嘅時候，攻其無備。結果就能夠全部將敵人去到消滅，仲去救翻自己嘅妻兒。呢一個嘅勝利嘅本身係咪因為佢哋特別勁啊？唔係啊，係佢哋喺一個咁絕望，覺得靠自己根本冇可能可以再救翻自己妻兒嘅處境裏面，上帝話可以，上帝應許佢哋得，上帝都幫助佢哋，係用佢嘅恩手拖帶住佢哋，以致佢哋可以全部妻子兒女，而且擁有更多嘅呢啲財物。呢個係上帝嘅恩典，但係呢度正正嘅考驗嚟到嘅時候，佢哋呢一班跟隨大衛嘅人話：呢個係大衛嘅掠物。呢個説話好似係微不足道，我哋可能個感受係即係打完仗正常就係人嘅掠物，但係我哋唔好忘記呢個係上帝去到加俾佢哋。當人喺上帝嘅恩典恩賜嗰邊又認為自己功勞嘅時候，呢個顯示出佢內心嘅驕傲。同埋佢忘記上帝恩典嘅嗰種嘅狀態，呢個係相當嘅危險。之前就係因為佢哋大衛忘記咗上帝，唔去求問上帝，喺個困難裏邊去用自己嘅衡量，嘗試去住喺洗革拉呢個地方，住喺即係呢個非利士敵軍嘅地方、民族敵人嘅地方，希望逃避掃羅嘅追殺，就係因為呢個權宜嘅決定帶嚟咗呢個危機。呢一刻再一次嘅出現就係。當佢獲得勝利嘅時候，成功嘅時候，佢身邊嘅群體就忘記咗上帝，認為呢個係大衛嘅功勞嚟。所以呢刻裏邊面對嘅考驗就係人性嗰種好容易出嚟嘅驕傲，同埋忘記上帝恩典嘅呢種狀態嘅考驗。呢個係第一個，係勝利之後經常會出現嘅一大嘅考驗。然後去到21到22節，大衛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隨，留作比梭溪嘅以伯人那裏。他們出嚟迎接大衛並跟隨的人。大衛前來問他們安。跟隨大衛中嘅惡人和匪類說：這些人既沒有和我們同去，我們所奪嘅財物就不分給他們。呢個嘅考驗乜嘢呢？唔分俾嗰啲唔能夠跟隨嘅人，係帶嚟乜嘢嘅考驗呢？呢個正正就係呢一班嘅惡人同埋匪類跟隨大衛嘅呢一啲，可以話三教九流，係一啲即係燕王齊獸，即係一啲乜嘢嘅類別嘅人都有。因為當大衛逃亡嘅時候，佢一律佢冇分對方係啲乜嘢嘅人，只要佢係有需要嘅，大衛就去到招攬佢哋，保護佢哋。但係呢一度呢一班人咧，喺呢一個勝利嘅時刻展現出嚟嘅係乜嘢咧？就係自私同埋貪婪。所以呢一度帶嚟嘅係乜嘢啊？帶嚟就係原來當人成功嘅時候咧，往往我哋對於嗰啲嘅擁有成就帶嚟嘅擁有咧，我哋會從一個乜嘢角度嚟到去到考慮，從乜嘢角度嚟到去到運用，就係從自私同埋貪婪嘅呢個人性嘅幽暗面。所以勝利往往就係挑戰緊人入邊究竟嗰個嘅人能唔能夠去到處理內心嗰份嘅自私同埋貪婪。喺呢度呢一班
可以話佢哋即係過往係惡人，過往係匪類，因為佢哋過慣呢一啲比較即係自我啦，同埋一啲即係比較放任啦，甚至係啲罪嘅思維嘅生活啦。所以就算跟隨大衛一段時間，都已經開始經歷上帝嘅時候，生命裏邊仲遺留住呢一種嘅好自私貪婪嘅嗰啲嘅問題喺度啊。咁所以喺呢刻裏邊，正正話俾我哋知道，勝利往往帶嚟嘅第二重嘅考驗係乜嘢咧？就係好我哋嘅人性嘅自私，同埋我哋入邊嗰種嘅貪得無厭嘅嗰種嘅，即係嗰種嘅諗法，會令到我哋做出好自私、好自我嘅決定。呢個第二重嘅考驗。然後第三方面，大衛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隨留在比梭溪嘅200人那裏，呢度就同一段嘅經文22節啦。然後嗰班惡人同埋匪類話：呢啲人冇同我哋去，就唔分嗰啲奪嚟嘅財物俾佢哋，就係交翻妻兒俾佢哋就算啦。喺呢一度帶嚟嘅第三個考驗係乜嘢咧？第三個考驗就係呢度話俾我哋知道，人喺成功嘅時候咧。即係當特別係從一個自私，即係淨係考慮自己嗰種嘅慾望嘅好處，同埋嗰種嘅個人嗰種想去獨貪嘅貪婪嚟到去處理嘅時候，就會變成相當嘅功利主義，同埋帶嚟嘅就係對周圍嘅人有好唔公平嘅一種嘅對待。特別喺呢度我哋睇到嘅，即係如果嗰一班即係特別嗰200個喺呢個比梭溪嘅人咧，係因為我唔想，我唔去，我唔想負責任。咁呢一班嘅惡人同埋匪類講出咁樣嘅説話咧，即係唔分啲財物俾佢哋咧，呢個都係可以理解嘅。但係呢200個人唔係因為佢哋唔想，係因為佢哋已經盡晒全力，已經即係可以話疲乏。呢度嘅意思其實再直接啲講就係佢哋已經去到筋疲力竭啦，即係嗰種拼命嘅追趕，佢哋嘅體力已經盡晒佢哋所能，但係佢哋冇辦法能夠去到跟隨另外嗰啲人去到迎戰呢一個去到即係奪去佢哋妻子兒女嘅呢一班嘅敵人，所以佢都盡晒力㗎啦。但係呢一啲跟隨大衛中間嗰啲惡人同埋匪類咧，佢已經冇考慮呢一樣嘢，淨係從一個自私貪婪嘅立場去諗，結果帶嚟嘅就係好功利唔公平。呢個往往就係帶嚟嘅係兩個方面嘅問題，就好似我哋今日我哋喺好多嘅群體啦、公司啦，會用好功利嘅方式嚟到衡量嗰個 KPI，即係嗰個嘅用論功行賞啊，即係譬如可能好多公司好多嘅一啲嘅群體裏邊啊，你最能夠獲得嘅即係爭取到嘅資源翻嚟嘅嗰啲即係員工就會係可能多一啲嘅 bonus 啊，多一啲嘅多一啲嘅呢種嘅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嘅即係獎賞啊，或者一啲嘅俾佢多一啲嘅好處啊咁樣。但係嗰啲喺成維持公司嘅營運，令到可以安心打拼，即係前面嗰啲人去往前衝，老闆向前衝嗰啲嘅員工咧，好似往往獲得嘅嗰啲好處都係被忽略嘅。即係所謂 KPI 就係咪即時賺錢？但係冇忘記到一間公司唔係淨係得前邊往前衝嘅人，仲有啲後邊留守後方嘅人。特別就好似呢一度呢一班留低嘅200人，佢都盡咗佢嘅能力，而且佢都有份看守住後方嘅物資，等於係後方嘅人。前面打仗一定要有後方嘅人去到做一種嘅守望同埋支援。喺呢一度正正就顯示到喺大衛同佢嘅群體面對緊嘅就係究竟係咪用功利嘅主義嚟到去作出不公平嘅呢一種嘅分配嘅咁樣嘅咁可怕嘅考驗，即係往往呢一種忘記神嘅恩典啦，然後用自私同埋貪婪嚟到去到應對面對成功嘅來臨啦，再加埋喺成功獲得嘅嗰啲好處，用功利同埋唔公平嘅態度嚟到去分配對待嘅時候，帶嚟嘅係乜嘢？如果從大衛呢一度就係即時內部嘅嗰種嘅裂痕就出現，要修補就好困難。而且當內部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往往即係比有外敵帶嚟嗰種嘅毀滅性嘅效果係更加嘅巨大。所以原來勝利往往帶嚟嘅考驗，即係特別係我哋唔察覺，特別喺我哋一個嘅放鬆嘅狀態。如果我哋冇用一種嘅
謹慎嘅態度去應對嘅時候，帶嚟嘅甚至係比失敗嚟到嘅處境嗰種嘅摧毀性同埋嗰種嘅長遠嘅影響係更加嘅巨大。就正正係呢一度，如果內部出現咗呢個分歧、不公帶嚟嗰種嘅內部嘅決裂裂痕嘅時候，正正就係考驗緊大衛佢未來能唔能夠可以好順利咁樣嚟成為呢一個以色列嘅君王嘅一個巨大嘅考驗。即係都可以話喺呢一個嘅考驗時刻，面對勝利成功嚟到嘅時候，呢個一連串嘅呢啲咁關鍵嘅考驗，亦都考驗緊大衛去點樣作為一個領袖，作為一個屬神嘅人，作為一個嘅屬靈嘅領袖，應該要有嘅嗰個智慧嘅關鍵嘅判斷同埋決定一個關鍵嘅時刻。弟兄姊妹，如果你係大衛，你會點處理咧？呢度俾我哋睇到嘅就係，當呢啲考驗嚟到嘅時候，考驗緊我哋能唔能夠可以走得更遠，定抑或我哋就卡咗喺度，甚至我哋係進入一個急轉直下嘅一個嘅處境。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勝過勝利帶嚟嘅呢啲考驗呢？大衛喺呢度又活出咗一個乜嘢好重要嘅智慧榜樣俾我哋做參考呢？首先，我哋睇23節，大衛就話：弟兄們，耶和華所賜俾我哋嘅，唔可以唔分俾佢哋，因為佢保佑我哋，將那攻擊我們嘅敵人交在我們手裏。大衛呢度非常嘅智慧，當佢經歷喺洗革拉，自己靠自己嘅智慧，靠自己嘅盤算嚟到希望獲得一個嘅短暫嘅一個嘅平穩嘅日子嘅時候，結果帶俾佢嘅就係妻子兒女被擄啦。但係佢再次好認真咁去認罪，翻返上帝面前，依靠上帝，佢經歷上帝嗰種嘅帶領，又經歷上帝嗰種嘅幫助，令佢去攞翻自己嘅妻子兒女，甚至獲得更多嘅嗰種財物嘅時候，面對呢啲嘅考驗。面對人性嘅自私，面對好容易忘記神對嘅恩典，亦都面對嗰種功利主義帶嚟嗰種不公平嘅分配嘅時候，大衛第一個嘅反應係乜嘢？大衛能夠勝過呢一個嘅忘記神恩典嘅考驗嘅第一個嘅秘訣就係佢校正翻個焦點，校正翻唔單止係自己同埋成個群體，認定神先至係帶俾佢哋勝利嘅源頭。喺呢一個咁可怕嘅原本係絕望，原本係佢哋人生嘅可以話係冇法子再去走落去嘅一個嘅絕路嘅處境裏邊，上帝將得勝賜俾佢哋。所以大衛當佢面對呢一啲咁可怕嘅勝利帶嚟嘅考驗時刻嘅時候咧，大衛再一次校正翻焦點，唔係大衛嘅掠物啊，係上帝賜俾我哋。我覺得呢個好美麗。大衛作為領袖，唔單止係呢個族群嘅領袖，亦都係屬靈嘅領袖，帶嚟好美麗、好關鍵、好重要嘅一個嘅榜樣，就係佢將大家焦點放翻喺上帝身上，而係有原因。佢話因為上帝保佑咗佢哋，將攻擊我哋嘅敵軍交在我們手裏。呢個正正佢哋所經歷嘅，上帝賜俾佢哋得勝。所以呢度勝過勝利帶嚟嘅考驗嘅第一個關鍵，就係我哋要好，我哋唔好進入一種屬靈嘅鬆懈，要好認真，要平時就做好心理準備，要認定上帝係上帝帶俾我哋勝利，上帝先至係勝利嘅源頭。千祈唔好去到成為一個喺勝利時刻變成咗一個忘恩負義嘅人。點樣勝過勝利帶嚟嘅考驗嘅第二方面呢？23到25節，大衛話：弟兄們，耶和華賜俾我哋嘅，不可不分給他們，因為佢保佑我哋，將攻擊我哋嘅敵人交在我們手裏。呢個事邊個肯依從你，而唔分俾嗰啲留喺度留守嘅人呢？上陣得嘅幾多，看守器具嘅都得到幾多，應當大家平分。呢度俾我哋睇到大衛點樣去勝過一種嘅自私自利嘅嗰個嘅勝利帶嚟嗰個人性嘅考驗咧，就係佢自己親自嚟到企出嚟打造一種嘅文化，特別係建立恩典嘅一種嘅社群法則啊。喺呢一度，大衛佢所展現出嚟嘅係一種嘅公平嘅分配。大衛展現出嚟嘅就係第一就係首先認定呢個係上帝嘅恩典，認定
無論係上前打仗同埋喺後方裏邊去到看守嗰啲嘅器具，即係處於後方盡力嘅人，佢哋一樣得到呢一個嘅獎賞，一樣可以分到嗰啲嘅戰利品。所以呢度打造緊嘅一個建立恩典嘅社群法則，我哋唔係純粹嗰種好功利喺呢個商業社會嗰種嘅 KPI 嚟到做一種嘅分配，我哋嗰種整體，我哋無論喺前邊喺後方，我哋係一種嘅互為肢體，彼此嚟到去到彼此嘅連結。彼此喺各自嘅職份裏邊盡力，以致我哋能夠後方嘅令到前方嘅無後顧之憂咁樣向前衝，而前方嘅之所以能夠無後顧之憂向前衝，因為有後方嘅人幫我哋去到穩定住我哋好關鍵嘅嗰個嘅基業，好關鍵嘅一啲即係一啲嘅即係幫我哋處理咗一啲我哋平時即係我哋喺前方衝嘅時候冇法子兼顧嘅嗰啲維護嘅事。就好似嗰班喺後方盡咗力啦，跟唔上，但係佢看守住器具，佢將大家嗰啲擁有物喺後方裏邊看守住，一樣係咁盡力嘅。只不過每個人嘅恩賜係唔同，各自發揮得即係到最盡力嘅時候，其實喺上帝嘅眼中係冇分別嘅。就好似正正就係新約裏邊講，無論得5000得2000。佢哋盡力去到發揮5000嘅恩賜，盡力發揮2000嘅恩賜，結果喺上帝嘅眼中都係又忠心又良善嘅僕人。喺上帝嘅眼中係一律喺盡忠嘅層面一致，唔係睇嗰個嘅量嘅幾多，係量俾佢幾多，又能夠可以盡力發揮到幾多。上帝就係從呢一度嚟到去論功行賞，一視同仁。喺呢一度正正大衛就係活出呢一個精神，上陣嘅得多少，看守器具也得多少，應當大家平分，打造一個公平嘅文化，建立一個恩典嘅社群法則，將大家嘅焦點放翻喺上帝嗰度，唔係用自私自利嗰種嘅思維，勝利之後就衝昏頭腦嗰種嘅狂妄自大嚟到去分配，覺得我喺前邊攞呢啲翻嚟就好似功勞係自己咁樣，唔係打造一種彼此去到欣賞，彼此去到一種嘅互為肢體咁樣嘅恩典嘅社群文化。有好處，大家一齊得；有難，大家同當。呢一個係相當嘅關鍵，去勝過勝利帶嚟嘅考驗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智慧。然後第三方面，大衛到了洗革拉，從掠物中取些送他朋友猶大嘅長老就話：呢個係從耶和華仇敵嗰度奪來，送你們為禮物。跟住佢送禮物就去一連串嘅地方。哇！睇呢段經文嘅時候，你覺得好似好奇怪。呢一班明明又唔係屬於佢哋嘅族群啦，又冇看守後方啦，又即係嗰啲名又同我哋冇乜拉楞啦，特別即係喺27章之後嗰啲，不如呢個南地嘅拉末嘅尼羅提雅提爾嘅呢啲，好似都係一啲好似同我哋覺得無關重要。不過喺呢度大衛佢勝過勝利帶嚟嘅考驗就係唔單止佢將勝利所帶嚟嗰啲成果就當成係一個嘅乜嘢，當成係可以全部係據為己有，或者據為自己群體所有。當然佢哋可唔可以咁樣做？佢哋可以咁樣做啦。但係呢一個即係對於即係一個嘅族群嘅長遠發展係咪最好咧？特別對於即係呢一班猶大嘅長老，究竟係乜嘢人嚟嘅咧？原來呢一班係一啲曾經大衛喺長年去到逃避呢個掃羅追殺，曾經去接待過，曾經去保護過大衛嘅呢一啲對大衛有恩嘅人。所以當大衛佢攞翻自己嘅妻子兒女，仲有咁龐大嘅嗰啲嘅財物嘅時候，大衛佢而家擁有，可以話大衛佢發跡，但係大衛佢唔係一個嘅忘恩負義嘅人，佢係一個飲水思源嘅人。所以點樣能夠勝過勝利帶嚟嗰種嘅相當自私同埋就係忘記即係其他人嘅恩惠嘅一個咁樣嘅挑戰呢？但係呢度佢對於成個族群喺未來能夠走得更遠，走得更安穩，就係佢用一種嘅擴展呢一個嘅祝福，知恩圖報，而且策略咁樣去分享，令到成個族群係一個首先令到曾經幫助佢嘅人，佢感受到大衛係一個即係
係一個即係冇唔係一個忘恩負義嘅人。當佢擁有嘅時候，特別嗰啲都係白白得嚟嘅，大衛願意分享啊，咁令到佢哋同呢啲唔同族群之間嘅關係更加嘅親近，更加嘅互信，更加嘅友好，以至奠定咗大衛後嚟作王嘅有更多嘅人能夠成為大衛嘅一個嘅支持。所以呢一度即係對於大衛未來作王有一個舉足輕重嘅一個決定，同時都對於佢嘅群體啊，因為佢送禮嘅時候，呢班嘅曾經幫佢嘅人，亦都知道大衛佢唔係一個自私嘅人，亦都將嗰啲好處同佢哋分享嘅時候，亦都可以話呢一班人喺未來即係都會更加願意啊去成為呢一個大衛嘅群體嘅嗰種嘅守望。所以亦都正正勝過呢一個嘅勝利帶嚟嗰種嘅自私，結果就其他人即係睇到我哋擁有，我哋唔識得去即係合適嘅分享嘅時候，就會帶嚟乜嘢？就會帶嚟係一種更加嘅妒忌啦，或者一種對我哋更加要你而家即係我幫過你，而家你有嘅時候，你又冇去到即係顧念其他人嘅時候，將來有需要嘅時候，其他人都唔會再幫。咁所以呢一度可以話係勝利往往帶嚟嘅就係挑戰人性嗰份嘅自私，嗰種嘅希望乜嘢好處自己攞晒，呢個好可怕嘅人性幽暗面。但係喺呢一度咧，唔單止係佢哋後方嘅看守器具，曾經幫過佢哋係即係喺逃難過程中間嗰啲伸出援手嘅，大衛知恩圖報，帶住策略，即係嗰種嘅即係善意去到分享，結果帶嚟嘅一種祝福嘅更大嘅拓展，結果帶嚟嘅係呢一班人後嚟成為大衛更加堅實嘅盟友。所以喺呢一度，希望大衛喺呢度嘅經歷咧，成為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幫助。唔好淨係喺認為失敗先會帶嚟即係考驗，勝利往往帶嚟嘅考驗係更加深遠同埋巨大，以至到我哋後嚟發現想去到改變嘅時候，已經係悔不當初，已經再冇機會，因為奠定咗無論嗰個嘅群體嘅文化嗰種嘅自私啦，而且係關係中間帶嚟嘅裂痕啦。往往帶嚟就係未來嘅失敗嘅更加巨大嘅計時炸彈。所以願上帝幫助我哋，幫助我哋去到勝利嘅時候，我哋唔好貪勝不知輸。勝利嘅時候，我哋唔好進入一種嘅屬靈嘅心靈鬆懈，以致我哋更巨大嘅未來嘅危機。我哋要好似大衛咁樣，要勝過勝利帶嚟嘅考驗。勝利唔好沖昏頭腦，仍然我哋要記得勝利嘅原因係上帝嘅恩典，係上帝嘅帶領。喺上帝嘅賜予勝利，我哋唔好淨係顧自己嘅事，唔好淨係用自私作為出發點。我哋要有一種嘅彼此互為肢體嗰種嘅看顧勝利。我哋更加唔好淨係停留喺自己或者自己嘅群體，要特別對嗰啲曾經對我哋有恩嘅，我哋識得彼此去到分享，以致我哋能夠成為一個更大嘅彼此嘅祝福。呢個係大衛喺呢段嘅經文俾我哋好深刻嘅佢嘅見證同埋佢嘅智慧嘅決定。願上帝幫助我哋，讓我哋去到實踐喺呢度，上帝藉住大衛俾我哋嘅呢啲智慧提醒嘅時候，我哋無論係失敗，我哋無論係勝利或者成功，都能夠讓我哋生命同埋我哋周圍嘅人嘅生命獲得更大嘅祝福。最尾我哋一齊做禱告結束。跟住多謝你俾我哋有呢段嘅經文，讓我哋去到透過大衛嘅同埋群體嘅勝利，去到謹慎。原來勝利帶俾我哋喺中間裏邊有好似好巨大暗湧嘅考驗嘅時候，讓我哋擁抱大衛喺你面前嗰份嘅屬靈嘅智慧，知道一切喺勝利伴隨而嚟嘅嗰啲擁有，都係出於你嘅恩典。又讓我哋靠住你喺我哋生命中間嗰啲屬靈嘅嗰種唔自私嘅嗰種嘅愛，即係愛神同埋愛人嘅心，我哋去到遠離嗰啲自私自利嘅問題。又讓我哋當我哋擁有嘅時候，我哋唔係淨係去成為一個自肥嘅人，我哋識得去同身邊嗰啲特別對我哋有個恩惠嘅人，我哋識得同佢哋去分享，以致我哋喺你嘅國度裏邊，我哋因為呢一種嘅互相喺勝利中間嗰種嘅互相祝福，帶嚟嘅係更大嘅去到見證神你恩典嘅嗰種得勝嘅群體見證。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們。好，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嘅崇拜時間到呢一度，上帝祝福大家。